我这也怎么的嘞？那上一堂课呢，我们是从一开始的科判，也就是从道之根本依师轨理开始。那道之根本依师轨理呢，又分为就是在做上修的时候呢，该如何修持，以及呢就是做兼修的时候呢，该如何修持。那在做上修该如何修持呢？又分为就是前行、正行还有结行这三个部分。那在前行呢，就是我们讲述完毕。那接下来呢，就是进入正行。那进入依止善知识的正行之后呢，那又分为两个科判。那第一个科判呢，就是讲到说意乐清净轨理。那还有第二个科判就是加行清净轨理。那在意乐清净轨理里面呢，我们讲到说又分为两个科判。也就是修信以为根本，然后还有第二个呢，就是随念生恩因起敬重。那我们呢，第一个科判呢，修信以为根本呢，我们就是有稍微讲述了一部分。那也就是从第8页的第一行开始，就是首次呢，首先修习根本净信，由上师佛的心中呢，化现出现前直接的法缘师长，就是从上师佛，从我们顶门的上师佛呢，然后变现出了就是和我们具法缘的这种具有直接法缘的上师。那观想呢，这些坐在我前面虚空端坐的这些善知识呢，它都是真正的佛。那他们为什么是佛呢？他们是佛的原因呢，就如同这边所讲到的，正如呢佛在密续宝藏中所说的呢，金刚持佛呢会在着世时呢，就是五浊恶世的时候呢，示现诸善知识的身相，然后承办众生的毅力。那我的这些善知识呢，它同样呢也都是金刚持佛的示现，不过呢，它是为了呢就是服顺于我的因缘的缘故呢，所以示现了种种不同的身相。那事实上呢，他们就是真正的金刚持佛。对于我们这一些就是善根还有福德呢不够，没有办法亲见导师释迦世尊的这一些众生呢，为了摄受我们的缘故呢，所以他才示现了各种不同善知识的身相。那以上呢就是透由经论呢，就是透由引经据典呢来成立呢，就是上师就是金刚持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理路呢来成立，就是上师他为什么是金刚持佛呢？那第一个呢，讲到说一切白净的善法呢，都是属于佛的功德。那为什么说一切白净善法都是佛的功德呢？因为我们在讲述就是智慧法身的时候呢，会提到说一切具备一切白净功德的这个法身呢，就是属于智慧法身。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任何的这种白净的功德呢，都是属于佛的功德。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呢，我们在依止了善知识之后呢，那我们透过善知识的教授，那会在我们心绪里面呢升起种种这种白净的功德。那升起这些白净功德之后呢，那我们再去思维说，这些白净的功德呢，它是如何的升起呢？那当我心绪之中升起白净功德的时候呢，就表示说我一定是透有某种真上缘的缘故，那我才能够获得如是的白净功德。那这个真上缘是谁呢？最主要的这个真上缘呢，就是透由了上师教导的缘故。因为呢，上师他如果没有教导我们的话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升起这些白净善缘的。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因为我们在尚未直遇善知识之前呢，如果我们就具备了这些白净功德的话呢，那照理说我没有遇到善知识之前，我也可以升起这些如理的去舍恶取善的这一些作用，我们应该都能够了解。然后对于说佛法的内涵呢，我们都可以透由智力了解。但是我们知道呢，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一定是透由善知识教导之后呢，我们心绪之中才升起了这种白净的功德。那这个白净功德呢，它是从何而来呢？也就是从智慧法身而来。那智慧法身呢，要能够产生的时候呢，一定有一个就是它是补特伽罗的真上缘。那这个补特伽罗的真上缘是谁呢？这个补特伽罗的真上缘，除了我们的根本上师之外呢，那就没有其他人了。因为就像刚刚所讲到的，如果说呢，他这个不是我们的根本上师，如果不是我们的真上缘的话呢，那照理说，在尚未直遇到善知识之前呢，我也能够升起这些白净的善法、白净的功德，但是并没有。我们一定是直遇了善知识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升起这些功德。那是谁能够帮我升起这些白净的功德呢？那一定是透由
智慧法身。那智慧法身它本身是一个智慧，就是它是心法，那它要透由谁才能够把这种功德传给我们呢？那这个真上缘呢，就是唯有补特伽罗的真上缘才有办法，所以透由此呢，去成立到说，这个真上缘就是上师。那上师他既然具备了智慧法身的功德的话，那自然而然就能够成立说，上师他就是佛。那除了上述的这个原因呢，就是智慧法身呢的功德要能够进入我们心绪的话呢，那已经要透有就是真上缘。那这个真上缘呢，就是我们的上师，由此来成立呢，上师就是佛之外呢，那也可以透有第二个理由。那第二个理由呢，就讲到说呢，佛他是为什么而成佛呢？佛成佛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利益有情，所以佛从最初呢，就是发起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然后到中间呢，就是累积三大阿僧祇劫的资粮，以及最后呢，成就佛果位呢，这所有的过程呢，全部都是为了利益有情而行。所以佛成佛之后呢，不可能说他成佛之后呢，他就不利益有情了。那在现在这个时代呢，佛是如何的利益有情呢？如何利益我们呢？那我们去寻找的时候呢，就可以发现说呢，就是教导我们的善知识呢，是真正的呢是在利益有情的，因为他完全呢就是遵照着佛的这种教授呢，还有佛的教戒，然后教导我们。所以呢，从这边呢也可以成立到说呢，善知识呢，它就是佛，因为呢，它就如同佛一样，因为佛成佛呢，就是为了利益有情。那同样的呢，上师它存在的目的是为什么呢？也是为了利益有情缘故，所以善知识才会存在于这个世界。所以，当我们去寻找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说，真的利益我的这个善知识呢，它就是真正的佛，就是教导我的善知识，它就是真正的佛。所以透过以上的这些引经据典，然后还有说以上的这些理路呢，我们可以去一而再再而三呢，透过思则修呢去思维，那直到内心呢升起定解，升起一个上师就是佛的这个定解。那升起定解之后呢，就是一开始透过思则修升起定解，那升起定解之后呢，我们就进入止住修，就是好好的呢圆住在这一点上，好好的去观修呢，上师就是佛。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我们就是透由思则修还有止住修二者呢，然后来再的，就是思维，视师如佛的这个原因之后呢，那我们往往在思维的时候呢，可能会遇到一些障碍，所以这边呢，我们就开始呢，再度的对上师做祈请。所以呢，请看到第8页的第2段。所以讲到说呢，我们该如何的祈请呢？因此。而今愿我与一切如母有情，能将诸善之事视为真实的金刚持佛，然后祈求呢顶门的上师佛加持自己，还有其他一切的众生，然后透由这个祈请的能力呢，透由这祈请之力呢，所以顶门的上师呢，上师佛呢，他的身上，他呢从身上又降下了五彩的甘露，然后呢这甘露呢。融入到自己还有其他一切有情的身心，然后把过去无始以来所积一切的罪障，那这个是指总的，就是一切的罪障。那特别呢，就是这个五彩甘露呢，它特别所要降除呢，就是我们将善知识呢视为真正金刚持佛的这种障碍。那所有一切的这种，无论是障碍，或者说呢罪垢，或是疾病。或者说像是非人干扰等呢，这些一切都能够净除，那我们的身体呢能够变为就是清净光明和琉璃一样的这种体性，那我们的寿命还有福德呢，还有一切的这种校正的功德，这边一切功德是指校正的功德呢都能够增长，那特别是呢自他的心绪呢都能够升起，将所有的善知识呢视为是真正的金刚持佛的这种特别的正功德。那接下来呢，就要讲到说呢，就是果真如此呢，不免想到佛遍尽一切过失，缘具一切功德，我的善知识呢，却有由三毒发起如是的过失，实际上呢，并不是佛。那这边呢，就讲到说，我们之前呢，虽然讲到说透由3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像经论所讲的呢，就是金刚持呢，他亲口承许呢，就是他在着世的时候呢，会示现为善知识的相貌。来利益众生，所以由此呢来视为善知识是佛。那第二个呢，就是透由说一切呢佛的功德呢，就是这种白净的善法呢，它会在我们的心绪中升起呢，最主要呢都是透由智慧法身的缘故。那智慧法身的
智慧法身的真上缘呢，就是上师，所以后有这个原因呢，也可以承许到说上师是佛。那以及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讲到说佛呢，从最初成佛，从最初发起菩提心，到中间累积三大圣祇劫之量，以及最后成就佛果位呢，都是为了利益有情。所以到这个时候呢，到了五浊恶世，现在这个时候呢，它同样呢是在利益有情，不过呢是以就是现种种不同的，为了符合我们根器的缘故，实现种种的身相呢，来教导我们。那透由三种理路呢，经过师哲修以及止住修呢，然后让我们升起一个能够视师如佛的正量。但是呢，我们往往呢，因为过去式的这种强烈的这种习气的缘故，所以呢，我们会有各种的非理作意。那所以这个非理作意升起来的时候呢，我们自然而然呢就会开始想要说，佛呢是净除一切过失，圆满一切功德。但是我的善知识看起来并不是这个样子啊，我的善知识他看起来就跟我们一样，他也是具备三毒的这种过失，所以善知识呢，他应该呢不是佛，就是我们会透由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这种观察上善知识过失的这种观过心呢，而升起了就是善知识呢非佛的这种邪见。那所以接下来呢，就想要说这种想法呢，其实呢，只是因为自己呢所见未清净的缘故，并不是真实的。那接下来就开始举例，就提到说呢，善心比丘只见世尊的一切行持呢，虚伪造作；无作菩萨呢，见持世呢，也就是弥勒菩萨呢为母狗。那梅蒂巴呢，他只是见一切大自在呢，夏拉瓦呢是一个杀猪者等等。那于彼所作呢，都只见到不合宜的。那就像这个样子呢，我的诸善知识呢虽有缺失，但实际情况呢并不是如此。这个原因呢，只是因为我自己的所见呢未清净的缘故所导致的。所以呢，愿我还有一切如母有情的心绪呢，一刹那呢也能够不起就是寻求诸善知识的过失，然后易于升起对善知识呢认为所做都是见为功德的这种大尽性，然后祈求上师佛的加持。所以这边呢就提到说呢，虽然说我们会见到上师的过失，但是呢这个呢并不是真实的状况。为什么呢？这只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所见呢，因为我的业未清净的缘故，所以我的所见呢也未能够清净，才会看到这些过失。那就先举到说善心比丘。那善心比丘呢，他在佛事的时候呢，好像是佛的侍者。那他呢见到，虽然说他亲眼见到世尊，但是他觉得世尊所做的一切呢都是很虚伪、很虚假，都是这种很虚伪的这种行为。那同样呢，无着菩萨的公案呢，我们就要到说，无着菩萨最初呢，他见到持世，也就是弥勒菩萨的时候呢，他看到弥勒菩萨呢，就是一个长蛆，全身长满蛆，然后又病又苦的一只母狗。那同样呢，就是梅蒂巴呢，他见到瑜伽自在就是夏拉瓦的时候呢，一开始见到夏拉瓦尊者的时候呢，他是把夏拉瓦尊者呢看成一个屠夫，就是一个杀猪的屠夫之外，所以呢，他们所看到的都不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他们都把这些大善知识呢看成不好的这一种，显现出不好的这一种形象。所以呢，就如同这个样子呢，我也是一样，我所见到的善知识的这些过失呢，都不是善知识它本身真实的过失，完全呢都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业未清净的缘故。所以因为我业清净的缘故呢，所以我的所见呢自然不是清净的。所以呢，从这边呢来破斥呢，我们自己呢觉得说我好像看到善知识过失的这种错误的这种想法，所以要透过这个方式呢去净除掉我们内心的邪见。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上师呢，他有时候是为了呢，就是服顺于我们的因缘的缘故呢，所以他会示现出一些过失。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呢，世尊呢说，就以世尊来说呢，就是在当时世尊在世的时候呢，有一个外道徒呢，他长得呢就是非常的丑陋，非常的难看。任何人呢，只要看到他呢，就会想吐。那不仅仅如此呢，他只要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呢，那个地方一定会发生种种不祥的事情。所以最后呢，这个人到哪里呢？这个外道徒到哪边去呢？他就被那个地区的人赶，然后赶到最后呢，他没有地方去，他就只能躲在森林里面。那半夜的时候呢，然后去村庄里面呢，偷偷的去找食物。那一到白天呢，就躲回森林里面，因为他觉得自己长得很丑。那世尊呢，为了调伏这个外道徒呢，所以呢，他就
世尊就化现了比他更丑的样子呢，然后出现在他身边，然后丑到呢这个长得很丑的这个外道徒看到世尊的时候呢，看到世尊示现的这个丑的样貌的时候呢，他都吓到躲起来。不过呢，因此呢，他内心里面呢，慢慢的呢，他的信心呢就开始恢复，他就想说，其实我并不是长得最丑的嘛，因为还有人长得呢比我还要丑，所以呢，他就因为这个原因呢，他就和世尊呢就是越来越接近，然后呢，两个就可以互相的一起的聊天，然后互相一起的呢去觅食，然后透由这个机会呢，然后世尊再开始慢慢的呢教导他佛法。所以呢，有一些过失呢，并不是说善知识他本身具备这样子的过失，他是为了调伏我们的缘故呢，所以示现出了就是和我们一样的这一种过失，最主要目的呢，就是为了调伏我们。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再看到第8页，就是最后第3段的，就是从中间开始，就是刚刚我们所念到的部分，就是呢，用我和一切如母有情的心绪呢，就是一刹那呢，也不升起寻求诸善知识的过失，然后呢，能够升起对善知识的所作呢，这些见为功德的这种纯净的这种大信心，然后祈求顶门的上师佛加持，那透由这种祈请的能力呢，祈请的缘故呢，那顶门的上师佛呢，他又降下了就是五彩的甘露，然后呢，五彩甘露呢就融入至他一切有情的身心，然后将我们无始以来所积一切的罪障，那这是指说总的罪障。那别项呢就提到说，特别呢是一刹那呢也不要升起就是寻求诸善知识过失，然后易于对善知识升起，将善知识所做的功德呢，都显现出来的这种大心境的这种障碍呢，能够尽除。那这边指的这个障碍呢，就提到说一切的罪业，然后还有像是恶障、疾病，然后非人等的这些障碍呢，都能够完全的尽除。然后同样的呢，我们的身体呢，也变成光明的体性，然后所有寿命、福德，然后一切的教正功德呢，都能够增长。那尤其呢，就是我们的自他心绪呢，都能够升起，一刹那呢，也不寻求诸善知识的过失，然后对于容易对善知识呢升起，就是见为大功德的这种尽信心的这一种正功德呢，都能够在我们心绪快速的升起。所以这边就讲说呢，除了我们要修信念恩呢，除了要透由就是施舍修以及止住修呢，就是边修行之外呢，那在边修行之外，我们还要透由边对上师三宝呢去做祈请，然后祈请他们加持呢，我们能够断除这些过失。所谓的过失呢，就是寻求善知识善知识寻过的这种过失，然后升起呢能够观察善知识功德的这种大信心。那如果呢是对于学习过经论的人来说呢，那也有2个理路呢可以帮助我们呢，就是去了解说善知识呢它就是佛。那第一个理路呢就提到说，就是和我们具法缘的上师呢，和我们具法缘的这些善知识呢有法。那有法就是以他们呢作为例子，以这些和我具法缘的善知识呢作为例子来说呢，如果说他们不是佛呢，应不应理？就是如果说他们是佛的话呢，是不应理的。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呢，我们心绪里面呢，并没有办法见到说善知识呢，它不是佛的量。就是呢，提到说，第一个呢，就想要说，和我们具法缘的上师呢有法，不是佛呢，非应理。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绪之中呢，并没有能够见到上师不是佛的量。那这是第一个理路。那第二个理路呢，那同样呢，也就是和我们具法缘的上师有法，那他应该是佛。为什么是佛呢？因为呢，他示现了一切就是服顺于我的根器的这一些教授呢，他无余的教导给我们。那就是透由这2个理路，就是和我具法缘的上师为例，他应该是佛。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呢，他完全服顺于我的根器呢，然后赐给予我这一些诸佛的事业，或者说诸佛的这一种恩德，那是无余的赐给我这些具备上师诸佛的恩德的这个能力的缘故呢，所以由此成立呢，和我具法缘的上师呢都是佛。那所以呢，在这个科判里面呢，就是修信为根本的科判里面呢，如果我们总摄来说的话呢，就是对于所有和我们具法缘的这些善知识呢，我们不要去看他的过失，然后呢，唯见他们的功德，就是不看过失，唯见功德。所以
如果我们能够对所有和我们俱凡的这些善知识呢，不去看他们的过失，然后只去看他们的功德的时候呢，那久了之后，自然而然呢，我们就可以视师如佛。那当我们能够视师如佛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能够获得佛的加持。那获得佛的加持的时候呢，自然能够承办一切呢我所希愿的这一些地道的功德。那接下来呢，以上我们讲完了修行为根本，那接下来就讲到说是随念生恩呢，应起敬重。那在讲述随念生恩应起敬重的部分呢，那如果我们仔细去讲授的话呢，还有可以分为4个科判来修。那第一个呢就是施恩，施恩呢就是圣佛。那第二个呢，就是上师对我们的说法恩。那第3个呢，就是上师呢，他能够加持呢我们的心绪。那第4个呢，就是上师呢，他以财物呢，然后摄受我们为眷属的这些恩德。那就是广说呢，又可以透由这4种呢，然后来做细分。但是呢，现在在就是安乐道论里面呢，他只讲了就是施恩圣佛的部分。那我们就看到第8页的最后一段。那就讲到说呢，就是第2个，这边其次呢，就讲到第2个科判呢，也就是念恩的这个科判，就是随念生恩应起敬重的这个科判呢，就讲到说，我们呢就是要清楚的呢去演练到说呢，所有的善知识呢，那这些善知识他对我的恩德呢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对我们的恩德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可以断除一切轮回的恶趣苦。而且呢，它能够帮助我们获得解脱。那这个解脱呢，是无上菩提的佛宝，无上菩提的佛位。那我能够就是了解这个就是异于正的佛位的这个甚深道，那全部呢都是善知识的这种恩德。因此呢，就是愿我与一切如母有情的心绪呢，于诸善知识易于念恩，然后深大恭敬，然后由此呢来对顶门的上师佛呢做加持。做祈请，然后祈请上师佛的加持。那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做这样子的思维，因为讲到说呢，施恩圣佛，施恩为什么是超过佛恩呢？那就讲述到说呢，其实呢，上师和诸佛的功德呢，就是以功德面来说的话呢，上师和佛的功德呢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是从功德面呢来做思维的话呢，那施恩呢要比佛恩呢还要来得大很多。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为什么说上师和佛的功德呢是一样的，但是从恩德方面来说呢，却超胜于佛呢？因为呢，就是从过去无量劫以来呢，虽然已经有无数的诸佛成佛，那无数诸佛呢，他们在成佛的时候呢，他们也教导了就是无量无边的有情。那虽然是这个样子呢，但是我们呢，却不是诸佛他们。诸佛在世的时候呢，我们并不是他们所能够教化的对象，就是比方说，我们呢并不是过去是这些诸佛的所化机，我们没有办法得到他们的摄受以及被他们所调伏。那这样看起来呢，就是现在呢能够摄受我们、调伏我们的呢，那也就是善知识。所以从功德面来说的话呢，两者的功德呢是一样的，但是以恩德来说呢，就是善知识呢远远超过于过去的诸佛，因为他呢现在还愿意摄受，就是没有被过去是诸佛所摄受的我们，所以由这个恩德面来看呢，上师的恩德呢是远远超过于一切诸佛的。那我们除了呢就是施为呢，就是施恩呢，就是超过于一切诸佛的恩德之外呢，那也讲到呢，施恩呢，他也特别呢超胜于就是导师释迦牟尼佛呢对我们的恩德。那这要如何的思维呢？就是虽然呢，在2000多年前呢，就是大师佛陀呢，他已经就是降生在这个世界上。那在降世的时候呢，也是调伏了就是无数的有情。但是对我们而言呢，我们也是在那个时候呢，未能被释迦牟尼佛呢所调伏。所以呢，同样的呢，上师呢，他也是调伏了，就是在释迦牟尼佛呢所谓被调伏的我们。然后不仅仅如此呢，他还教授我们种种的，就是传送种种的灌顶，然后不同的口诀，然后以及教导我们经论等等呢。所以从这个地方呢来思维的时候呢，也可以思维到说呢，上师呢他的恩德呢，除了超胜诸佛之外呢，那也一样呢，以个别来说呢，他也超胜于就是导师释迦牟尼佛。那我们刚刚呢就讲到说呢，如何思维呢？上师的恩德呢是
上师的恩德呢，就是我们要去如何思维呢？那第一个呢，讲到说呢，施恩胜过佛恩。那第二个就提到说呢，就是说法恩。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加持相续的这个恩德。那在讲述说法恩的时候呢，就提到说，导师释迦世尊呢，在过去世就是因地的时候，还未成佛的时候呢，曾经为了就是诸行无常的这个祭祀呢，就是为了一个关于无常的寄送呢，然后宁愿呢，就是让罗刹呢把自己的子女呢、妻子还有他自己本人呢都吃掉。那目的呢，就仅仅是为了说能够获得这一句珍贵的寄送。那同样呢，在受生为另外一世呢，就是还未成佛之前呢，那为了受生为另外一世呢，他也是为了听法，为了求法呢，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呢被钉上了就是1000枚的铁钉。那乃至于呢，就是让自己的身上呢，为了听法呢，然后在身上呢，就是竖1000根的这个蜡烛。那从这边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呢，就是导师释迦世尊呢，在因地呢，为了佛法的缘故，他可以为了一个寄送呢，然后去承受就是这种我们难以忍受的苦行。那我们现在呢，不用经过任何的苦行呢，就可以透由善知识的恩德呢，然后听到这么多，无论像是甚深的教授或是广行的教授。那如同呢父亲传给孩子一般，就是这么的容易能够获得这一些教授。所以从这边呢去思维到说，我们并不用像导师释迦世尊一样，去经历了这么多的苦行之后呢，这么多的苦行，然后才能够获得1-2个寄送。所以由此呢来意念呢上师对我们的说法恩。那第三个呢，就是讲到说呢，上师对我们的恩德呢，也就是加持相续呢，加持我们的心绪的这种恩德呢，那这个要如何的去思维呢？因为我们一般呢，就是会讲到说，我心中所升起的任何的真德、任何的正德，或者说任何的这种善法呢，任何的善心呢，都是因为上师加持的缘故。唯有透过上师加持的缘故呢，所以我才能够升起了这些正德，乃至于说升起了这些善心。那之前呢也是有很多的公案呢在做这些解释。那不过呢，我们可以透由就是宗喀巴大师呢，就是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呢就有讲到说呢，就是我们呢在学习的时候呢，就是听闻呢不能解义，我们在听闻的时候呢不能够了解其中的道理。那了解了道理之后呢，然后呢不会去修行。那修行之后呢，我们心绪之中呢没有办法升起任何的正德。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是要依靠福田，就是要依靠福德的力量，是依靠的资粮田，就是透由对于上师的提醒之后呢，让我们想办法在相续之中呢能够升起如是的正量。所以呢，就是从这个听闻不能解义，那解义的时候呢，当我们了解意涵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去修行。那我们想要去修行的时候呢，内心又生不起任何的正德。那这个时候就是要对上师呢做殷重的祈请，就是对资粮田圣众做殷重的祈请，然后祈请他们的加持呢，使我们的心绪之中能够升起如是的功德。那这是宗喀巴大师呢在广论里面呢有提到的。那所以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就是我们透由呢，就是思维就是善知识的恩德之后呢，就像刚刚所讲述的，透由以上种种呢，就是施恩胜过于佛恩，然后修法恩，然后以及像是加持我们相续的这些恩德呢，然后升起了就是对善知识的这种观察上知识功德呢，然后升起恩德的这种心念之后呢，然后接下来呢也是做祈请。所以以祈请故呢，从顶门的上师佛呢，就是降下五彩甘露，然后降除治他一切有情心绪中的过失。然后呢，特别呢就是对于说我们能够对于善知识呢，就是升起念恩心的这种障碍呢，都能够尽除。那特别呢是像是所有的罪业、障碍、疾病，还有非人等的这些过失呢，都能够尽除。然后呢也是一样，就是身呢能够变为澄净光明的体性。那寿命福德呢，一切的校正功德呢都能够增长。那特别是呢自他心绪都能易升起对于善知识念恩，然后呢升起大公性的这一种正功德。那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在安乐道论里面呢，就是每讲一个法类之后呢，它都会透有就是顶门的上师佛呢，然后降下这种五彩的甘露，然后透有五彩的甘露呢，就是
净除一切呢，就是我们升起这个法类呢的这种障碍呢都能够净除。然后呢，顺缘的部分呢，就是一切呢具备能够升起这个法类的这一种功德呢，都能够快速的升起。然后呢，都是做如是呢，就是净除罪障以及呢累积福德的这种思维、这种净除，然后来做祈请。那以上呢，就是在我们讲说一指善知识呢，又分为二，就是一乐清净轨理还有加行清净轨理二者。那以上呢已经结束了，就是第一个科判，就是一乐清净轨理的部分。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加行清净轨理，那我们就看到第9页的第2段。加行依止法呢，就是我们应该清楚的呢，就是来缘念善知识。然后呢，我为了真实为佛的诸善知识呢，然后将我们的身财受用呢，应毫无顾忌的呢，悉作施舍，由其因行呢，令施欢喜的依教奉行供养。就讲到说呢，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要明现在我们的眼前呢，然后明现呢，我们所有的一切合我具法的这些善知识。那我为了这些诸善知识呢，所以我可以奉献呢我所有的身财受用，所有的一切呢，我都能够供养给这些善知识。那特别是呢，让上师呢欢喜的这种依教奉行的供养。那特别呢，就是我们在讲述到加行清净轨理的时候呢，那在庄严经论里面呢，就提到说，由诸共事及成事，修行清净善知识。那就提到呢，就是由诸共事呢，就讲到说财净供养的部分。那成事呢，就讲到说我们透由身语呢、身体还有我们的语言呢，然后去成事善知识。那以及修行呢，那修行讲的就是依教奉行，所以提到说呢，由诸共事及奉事，修行清净善知识，就透由这3种方法呢，然后来就是加行呢，就是透由这种行为呢，然后去亲近我们的善知识。那举例来说呢，就是我们从善知识的跟前呢，就是受了就像是别解脱戒、菩萨戒，还有密乘戒。那就是除了呢受了这些他们传授给我们这些三乘的律仪之后呢，那我们要如实呢对三乘律仪呢去如实的行持。那除此之外呢，对我们所听闻到的这些教理呢，要透由施者修以及止住修呢，然后如是的呢去做修行。那这样子呢，真实的依照的这种方式呢去做这种教授呢去做修行的时候呢，就是这里所谓的依教奉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呢，就提到说，尤其呢就是在加行依止法的第2行开始，那第2行的最后面呢，就想要说，尤其呢因行令施欢喜，就是要做师所喜的这种依教奉行的供养呢，然后透由这样子的行持呢，然后祈求上师佛的加持，然后因为祈请的缘故呢，那顶门的上师佛呢就降下五彩的甘露，然后呢融入到自他一切有情的身心，然后把无始以来呢我们所积造的一切罪障，那特别呢是对于善知识呢能够升起就是欢喜的这种依教奉行的障碍呢，那包括所有的罪业，那障碍呢就是恶障，然后还有一切的疾病，还有非人等的这些障碍呢，都能够净除。然后同样的呢，我们的心呢变为光明的体性，那所有寿命、福德、教胜功德呢都能够增长。那特别呢是心绪之中呢，自他一切有情心绪呢都能够升起对于善知识升起3种欢喜的这一种依教奉行的这种正量呢，我们都能够升起。那以上呢，我们就结束了呢，就是依止善知识的教授。那在讲述依止善知识教授的时候呢，其实一开始呢，就是我们透由就是意乐清净轨理以及加行清净轨理的部分呢，然后来做讲述。那一般呢，我们在讲述的时候呢，其实会加上就是依师的功德，还有不依的过患。那这个呢，在道次第里面呢，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呢，是放在正行的部分。但是在安乐道论呢，它是把它归在就是加行的部分，所以在正行的部分呢就没有再特别的提出。那总而言之呢，就是如果我们把依师轨理呢做一个收摄的话呢，就是它有3种呢，就是所立，然后呢能立，以及最后呢所得的果。那所要立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学习亲近善知识呢，所要立的呢，所要成立的呢，就是成立说，和我们具法的这些上师呢，他都是真正的佛。那所以呢，我们在还没有升起
能够事事如佛的心之前呢，我们要不断的呢去做修持，所以这个呢是我们是所立的。那能立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能够成立上师是佛的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透由就是意乐清净轨理以及加行清净轨理呢，那透由这些内容呢，然后让我们了解到说呢，上师呢它是佛的原因。那透由能力的这个方式呢，就是意乐清净轨理以及加行清净轨理之后呢，那所得的果报是什么呢？所得果报呢，就是我们能够真实的升起一个能够令师欢喜的这种心，那这就是我们所要成就的。那就是透由我们学习清净善知识呢，就是透由这三种方式所立的因，然后呢能力的方法，以及最后呢所得的果呢是什么？是透由这三种呢，然后来成立就是清净善知识。那说来收摄呢整个清净善知识呢它的内容。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最后面的就是结行的部分。那结行的部分呢就讲到说呢，最后就是后行，也就是结行呢如何行持之理。那就讲到说呢，在正修习顶闻的上师佛之上呢，普作祈愿，然后持念咒语，并将由此累积的种种善根呢，殷切努力回向自他现行，就近希愿处。那我们在这边的做法呢，就是我们刚刚就讲到说，我们已经观想，就是从一开始在思维清净善知识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观想就是顶门的上师呢，然后从他的心间，然后幻化出一切所有和我们俱法的上师。那同样的呢，这个时候就是在做如同我们收摄这2天一样，就观想对面虚空呢所有的根本上师和我们俱法的根本上师呢，然后融入呢到心间。那我们顶门的这个上师佛呢，就是体性是我们的根本上师。那外象现导师释迦世尊这个上师佛呢，它就融入于我的自身。那融入到我自身之后呢，那我自身呢就转变为释迦牟尼佛。那我转成了释迦牟尼佛之后呢，那我身上就是放光。那放光之后呢，就是在照射到我四周呢，就是一切的如母有情。那四周的如母有情呢，被我身上的光呢，就是照到之后呢，那同样的呢，也观想到他们已经成佛。那成佛之后呢，他们的外相呢，也全部呢，就是转变成了就是导师世尊释迦世尊的相貌。那这个时候呢，就观想呢，就是我和一切有情的心绪里面，这时候我们的外相呢都已经现起了导师释迦世尊的相貌。那这时候呢，就观想呢，我和一切有情的心绪里面呢，心间呢，我和一切有情的心间呢，就是有一个莲花座。那莲花座的上面呢，有一个黄色的吽字。那黄色吽字的四周呢，就是围绕着释迦牟尼佛的心咒，就是 Om Mani Mani Maha Mani Soha， 然后就观想呢，有这个 Om Mani Mani Maha Mani Soha 的这个释迦世尊咒的这个咒轮呢，然后围绕着这个吽字，那我们就去念诵。那看要念诵3遍、7遍，还是100遍，或是200遍呢，都是可以的。那念诵完这个咒语之后呢，那我们就念诵就是愿以此上我速成就上师佛陀已，令一众生亦无余，悉皆安置于彼地。然后呢，就是做如是的观修。再讲一次哦，就是当我们呢，就是已经做完了上述的这些前行跟正行的时候，那在结行的时候呢，就观想对面虚空的所有的上师呢，它融入到我们顶门的上师佛。那顶门的上师佛呢，它又融入于我的心间。那融入我心间之后呢，那我们就转变为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体性。那我身上就放光照射到一切有情，让一切有情呢都成为释迦牟尼佛。就观想呢，自他即已成佛。那成佛之后呢，就观想我们的心间呢有一个莲花殿，莲花殿之上呢有黄色的吽字。那这个吽字的周遭呢，就是围绕着 Om Mani Mani Maha Mani Soha， 那么就是持诵释迦心咒。那释迦心咒持诵完之后呢，就是念诵愿以此上我速成，然后呢成就上师佛陀已，令一众生亦无余，悉皆安置于彼地的偈颂。那我们在做完呢，就是做结行的时候呢，除了做完如上的这些观想之后呢，那在观想完之后呢，那我们也去思维呢，就是以上呢，就是我已经观修完了，就是关于
一指善知识的部分。那因为我特有一指善知识的部分呢，我去观修一指善知识的这个法门的缘故呢，我累积了无边的资粮。那累积了无边的这些资粮呢，那这个无论是像是我或者是其他人呢所累积，无论是我正在累积、已经累积过的，或是正在累积的，或是将要累积的这些资粮呢，愿这些所有的这些善功的呢，这些资粮全部收摄于处。那收摄于处要做什么呢？就是做一个回向，然后回向呢，就是愿我呢能够和一切有情呢，能够早日的成就佛菩提。那在尚未成就佛菩提之间呢，就是就近果位、佛果位尚未成办之前呢，那也希望说暂时的时候呢，就是未成佛之间，我能获得所有的真上身，然后步步的真上，然后乃至最后呢，能够获得决定胜。那真上身呢，就讲说在尚未成佛呢，我们能够不断的呢，在人天道里面呢，就是承办人天的果位，那乃至于说最后能够承办就近呢，就是佛果位。那在成为人天乘的时候呢，那也希望说呢，我生生世世呢都能够遇到一个就是大乘的善知识。那对于大乘的这个善知识呢，除了一指之外，我希望我能够透由意乐清净轨理以及加行清净轨理的方式呢，好好去依止我的善知识。那在依止了善知识之后呢，对于善知识所传授给我的呢，就从三乘律仪，像是别切多戒、菩萨戒，还有密乘戒等一切的律仪呢，我都能够如爱护我的眼睛一般，然后呢，没有任何的违越。那能够持守三乘律仪之后呢，那对于说也祈愿呢，就是加持，希望我能够听闻所有显密的这些教法。那听闻了显密这些教法之后呢，那也希望说我能够如理能够调伏我的内心，然后调伏我的相续，使这些所听闻的法呢，能够在心绪之中呢升起如是的正功德。那最后呢，就祈愿到说呢，我所做的这些呢，能够没有任何的障碍，一切的障碍违缘呢都能够尽除，那一切的顺缘呢都能够如理的承办，可以做这样子的回向。那以上呢就讲说我们就是修习了依师轨理之后呢，那如果可以的话呢，就是做这种广大的回向。那如果不行的话呢，那我们可以收摄到说，就是愿我将30呢所做的一切的功德呢，那回向呢，就是我所回向呢，就如同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以及诸佛使呢所做的回向一般，他们如何的回向呢？那我也是如是的呢做回向。那简略的话呢，可以以这种方式呢，然后来做回向的思维。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一开始呢，在观修之前呢，就是在前行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已经升起了一个好的意乐，好的一个动机，就是希望说呢，对于这个法类里面呢所讲的一切的，就是数目也好，体性也好，或是次第也好呢，那我希望呢，就是我在了解了这些所有的这个法类里面呢，它所有的体性，或者说它的数目，或者说呢，它的次第之后呢，那我能够如实的修行。那在正修行的当下呢，愿我能够提起的正念，然后好好的去观察。那在观察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去发现说，就是最后面就是我们结行的时候呢，就可以去思维说，那我刚刚呢，就是在正修行的时候呢，那我是否如同我所发言一般呢，有好好的呢去做如是的这种修持？那如果有的话呢，那就随喜自己，然后升起一个欢喜心，然后呢祈愿自己呢在接下来每一座的这个修持呢，都如同这一座一样。那如果说我们去就是最后在结行的时候呢，然后去观察，然后发现说，在这一座的时候呢，我可能在某个地方呢，就是有不如理的地方，或是不如法的地方，或者说呢，就是和经论所讲的呢，就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内心就升起追悔的心，然后呢，立下一个誓言，然后愿我在从下一座开始，所有的修行呢，都能够尽除这些过失，然后能够如理的呢去做修持。那在结行的时候呢，也可以做这样子的思维。那以上呢，就是我们简略的呢，依照就是安乐道论里面所讲述的次第呢，然后讲完的就是如果我们要修习就是道之根本清净善知识的话呢，该如何的修习？那一开始呢，就讲到说我们要修行道之根本清净善知识的时候呢，就分为座上修以及座间修两者。那在讲出座上修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加行、正行还有结行的部分。那在讲出加行的时候呢，就提到了加行六法。
那讲述到正行的时候呢，就是说透由意乐清净轨理以及加行清净轨理的方式呢，然后来以此善知识。那最后面呢，在结行的时候呢，就讲述到说我们收摄就是前方呢所有一切的和我们具法缘的根本上师，然后融入于呢我们顶门的上师佛。那上师佛呢，再融于自身，然后呢自身还有一切有情呢，都转文为释迦至尊之后呢，然后来念诵释迦心咒，然后呢，最后总收摄之后呢，然后来做一个回向。那就是以上呢，就是结束了，就是清净。就是如果我们要修行道之根本清净善知识的话呢，该如何的呢去做修行一个简略的一个讲述。那至于之后呢，就是做兼修该如何呢？那我们下一堂课呢再来讲述。那通常呢，我们在观修，比如说在修第一个道次第的时候，在修习道次第的时候，比如说在修习第一个道次的时候，那一般呢，就是你可以把一天呢，就是分为，就是看你要修4座也好，或是3座，或是2座，或是1座呢，都是可以的。那通常呢，如果说我们是专修，就是你有打算花1-2个月的时间呢，就是以闭关修行方式呢来观修道次第的话呢，那通常呢就是会建议呢，就是一天呢修4座会比较好。那当然说你要往上就是修5座、6座都可以，因为呢对于初修行者来说呢，就是通常都是建议说呢，就是时间不要每一座的时间呢不要太长。那可以多做一点，就是一天的时间里面呢，你可以多做几次，但是每做时间呢不用太长。不过呢，通常呢都是建议呢以4座为主。那这种呢是以专修的方式来说。那当然说，如果说我们因为时间不够的话，那我们一天呢也可以只修1座。那你这一座时间呢要多长呢？那你也可以自己决定。像你要这一座时间呢，你想要花1个小时的时间做观修，或者是半小时，或是15分钟，乃至10分钟呢，或是5分钟都可以。但是最主要的呢，就是观修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不要间断，就是每日呢能够不间断的呢去做观修。那如果说我们能够持续呢，然后而且时间可以慢慢加长，一开始的5分钟，然后到后面的10分钟、15分钟。如果说我们能够做这一种不间断的修持，那长时间下来，比如说半个月、半年，或者说1年的时间，或是2年时间过去之后呢，道次第的正德呢是肯定可以在我们心绪里面升起的。那现在呢还有10分钟，大家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呢，就是可以发问。有很多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可能时间上，我先发问一个问题，然后其他的问题我们就留到下一堂课。那首先有一位同学想要跟葛西说，感恩上师，这里一直不懂，透由上师教授了，弟子明白了，至诚千里。然后呢，第一个问题就是另外一个同学所问的，顶礼葛西吉祥，愚痴的弟子如何判断所遇到的师长是不是真正的善知识呢？谢谢。那关于呢，就是对于说我们呢如何去抉择我们的善知识呢？那这个呢，其实是如果说以菩提道次第广论来说的话呢，那他在一开始讲述道之根本清净善知识的时候呢，它其实是有2个大科判。那这2个大科判呢，就是讲说令发定解故烧开宣说，然后还有总略宣说修持轨理。那我们以安乐道论来说呢，它最主要是以就是总略宣说修持轨理，就是以比较收摄的方式呢来讲述，它并没有讲到说要那种烧开宣说，就是以比较广的方式呢来做解释。因为呢，在广解的里面呢，第一个科判呢就讲到说所依善知识的德相。那第2个呢，就提到说能依学者之相，就提到说能够依止善知识这个弟子呢，他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那第3个呢，彼应如何依师之理，就是弟子呢，他该如何的呢去依止上师？那第4个呢，讲到说依止善知识的过患。那第5个呢，讲到说为依止善知识的第4个讲到说依止善知识的胜利。那第5个呢，讲到说为依止善知识的过患。就是以菩提道次第广论来说呢，它其实是讲的非常的详细，但是因为现在的关系呢，我们只是透过安乐道论呢，然后做一个简单的解释。那以广论来说的话呢，它里面在讲述善知识德相的时候呢，就引了金庄严论里面。那金庄严论里面呢，最主要讲了10种善知识的德相。那如果说呢，用
最必要的条件来说的话呢，就是上师呢，他应该是要具备，就是这10种条件，他都需要是具备的。但是呢，因为就是时间的关系，可能因为就是现在是浊世或是末世的缘故呢，那只要具备5个条件呢，就是可以。那如果说5个条件呢，也没有办法，你也没有办法找得到具备5个条件的善知识的话呢，那最少呢，就是经庄严论里面所讲的呢，这10种功德里面，那比较难具备的功德呢，要具备1项；那比较容易具备的功德呢，也要具备1项，就是最少呢，也要具备2项。那如果说呢，就是经庄严论里面所讲的这些功德呢，你也完全找不到，就是具备这2项的话呢，那起码这个善知识呢，就是第一个，他对于今生还有来世呢，他是要希求后世的，他不可以希求今世的安乐，他起码呢要希求后世的安乐。那第二个呢，就是他和你比起来呢，他的功德呢一定要比你还要来得大，他的功德呢不可以跟你一样，或者说功德比你还要为烈的这一种，就是要具备呢最起码这样子的功德，就是最好的呢就是你具备经庄严论所讲的10种德相，那不行的话呢，就是找就是经庄严论所讲的10种里面的5种，要是连5种呢也找不到的话呢，那就是经庄里面所讲的比较难的功德呢具备1项，那比较容易具备的功德呢还具备1项，就是具备2种德相。那这2种都找不到的话呢，那比如说以现在浊世末世来说的话，那它起码还是要希求今世跟后世里面，它是要希求后世的，那它的功德呢要来的比你超胜。那这些条件呢，都是在我们尚未依止善知识之前呢，就是你要去观察的。就是我们还没有依止之前呢，我们要仔细，然后呢，就是精进的呢，就是仔细的去观察善知识是否具备这样子德相。但是呢，如果你已经依止了这个善知识之后呢，那就没有所谓的观察不观察的。你既然确定他是你的善知识之后呢，你就不是再去看他是否具备善知识德相。这个时候你要修的呢，就是要去修视师如佛，已经不是再去观察说他是否有善知识的德相，因为你已经依止他，你确认依止他之后呢，那这个时候你就是要去修视师如佛。那同样的，在修视师如佛，就像之前所讲述到的内容，就是你要透有理由，还有引经据典呢，然后去成立。那引经据典里面呢，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呢，只引呢就是少数的几个寄送。但是呢，实际上如果大家有空呢，可以去多翻翻这些，无论是显教或是密教的这些经教里面呢，同样都讲述了非常多，就是上师呢就是佛的这个理由。就是有空的话呢，大家可以多去看看。那同样呢，那透有理路呢，就是刚刚上课所讲述的这些理路呢，大家可以去多思维。所以，当你要观察善知识德相呢，是在你尚未依止之前呢，你要努力的呢去观察，好好的去观察。但是，当你已经把它依止为善知识的时候，就再不是去看说它是否具备善知识德相。这个时候呢，你要去做的呢，就是去修视师如佛。那我们呢，再讲述的更清楚一点呢，就是无论呢你的善知识呢，它是否呢是真正的佛，无论说它是真正的佛也好，或者说它不是真正的佛也好，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因为在现观庄严论里面呢，就有提到说教授的这个部分。那在讲述教授的时候呢，就有提到说，传授给我们教授的这个善知识呢，它是可以从就是尚未入道，然后直至成佛呢，那都是有可能成为我们善知识的。所以从现观庄严论里面的这一句话来看的话呢，就表示说我们的善知识呢，它有可能是佛，它有可能真的是佛，那它有可能呢不是佛。那依止善知识呢，所要亲近善知识轨理所要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说，无论你的善知识呢，它是佛也好，或是不是佛也好呢，但是从我们呢自己的这一方面呢，去认识自己上师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我们的上师呢视为真正的佛。这个呢，就是亲近善知识呢最主要告诉我们的内涵。那将我们今天呢，就是所有闻法的功德呢，那我们来做一个回向，那就是祈愿呢，所有六道的有情呢，都能够息除就是暂时以及就近的这些痛苦，然后呢，能够获得最究竟的佛果位。那以及呢，就是祈愿呢，就是世界呢能够和平，然后一切呢都能够获得安乐，世间所有一切呢都能够获得安乐。然后我们来做回向。